花呢，你看这第二代的，现在看那个白里透红，粉红的，淡淡的粉红，这叫洛神花。那这个花瓣呢，新鲜的可以做那个蜜饯的。那晒干的话，煮水喝了，加那个1片还是1片就好了吧？那叫甘草了，也有加那个陈皮的，陈皮化痰。那这个叫灯笼草了，泡泡草灯笼草。你看，那这个叫黑荠菜龙葵，这个叫龙葵哦，果实的，你看成熟了变黑色，黑色才可以吃哦。它那个绿色的哈，那个有毒哦，它那个生物碱啊，生物碱吃了肚子会痛啊。你看这个叫泡泡草灯笼草，哦，还有叫凉惹的，有的果实好大的，果实是包在那里面。它这个叫龙葵哦，龙葵都是黑荠菜、黑欧加菜、黑甜菜、野菜哦，就是嫩的时候这个摘来煮菜，它幼苗的时候这个，你看这2种，灯笼草的跟那个黑荠菜的哦，等一下龙葵的，幼苗都很像。它这个叫秋葵的哈，你看秋葵，这个白秋葵这么长啊，还可以煮来吃。你看这个尾部凹的弯的下去，还可以煮来做菜吃。哦，最好戴手套哦。你看这个有细细的毛，那个细细的刺哦。它那个煮的时候要切啊，要像削铅笔那样把那个这端削一削，最好不要切断，就刚刚拔断了。这样要用电锅蒸哦，营养不会流失啊。这样，还有有糖尿病的时候要吃这个秋葵，叫紫尾鸽嘞，紫尾鸽，这个叫秋葵的花，你看白里透黄的啊，你看